點樣喺 ClonTrader 進行跟單交易？首先咧可以登入，然後按 ClonMaster 大行榜啦，你會睇到有好多信號你可以進行選擇。若然想進行跟單，就要開立一個投資者賬戶。注意有啲跟單賬戶咧係需要有一個最低資金要求。當你睇到一個適合嘅信號，可以按訂閱。最重要選信號嘅時候，應該要睇幾點啊？回報、最大回撤、交易量、開始日期等。喺圖表上面咧，你都可以睇到呢一段日子交易嘅走勢，以及利潤虧損嘅資料交易品種。最底部就係交易歷史、未平倉位等，你可以根據當中資料進行研究。返回訂閱欄先，呢度會睇到信號嘅收費，佢哋會有收業績費、訂閱費、交易量費等。一如冇問題就可以按訂閱，最後咧可以劃轉金額至呢個跟單賬戶。你會睇到已訂閱，咁就可以瞓覺都有人幫你進行交易，操作係完全不複雜。如果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向我哋提出。今集去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